你认为老化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从脸上的皱纹吗？还是从头上的白发？让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震惊的真相。有一位80岁的老先生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自己走到市场买菜，爬4层楼梯回家，完全不需要别人搀扶。他的秘密是什么？就在于他的双腿。如果你没有看完这个视频，你的双腿可能正在一天一天地老化，而你却完全不知道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医学界已经证实的事实。作为一名从医40年的老医生，我看过太多人明明才60岁，走路却像80岁的老人，也见过70多岁的长者，步伐依然稳健有力。差别在哪里？就在于他们是否懂得保养自己的双腿。人体衰老往往是从腿部开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双腿承载住全身的重量，支撑着我们每一天的活动。腿部的肌肉、关节、血管都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。但当这些部位开始退化时，你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会跟着走下坡。医学研究显示，腿部功能的衰退往往比其他器官的老化来得更早，也更明显。今天我要用我40年的临床经验，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健康观念：老化确实会从双腿开始。但好消息是，如果你能及早发现警讯，并采取正确的保养方法，你完全可以延缓这个过程，甚至逆转部分的退化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7个腿部老化的警讯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2个以上的症状，那就要特别注意了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健康的重要资讯。我也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个视频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上数字0。同时，也请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收看这个节目的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检查看看你的双腿是否正在向你发出求救讯号。第一个警讯是早晨起床时的僵硬感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早上醒来想要下床走动，却发现双腿特别僵硬，需要活动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睡觉姿势不对，或者是天气冷的关系，但实际上这是腿部肌肉和关节开始退化的早期讯号。当我们年轻时，身体的修复能力强，即使一整夜没有活动，早上起来也能立刻行动自如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关节液的分泌减少，肌肉的弹性下降，就会出现这种晨间僵硬的现象。第二个警讯是站立或行走时容易感到腰部和腿部疲劳。有一位65岁的李太太来找我看诊，她说自己以前可以逛街逛3-4个小时，现在站不到半小时就觉得腰酸背痛，双腿发软。这其实是因为腿部肌肉力量不足，无法有效支撑身体重量。就像一栋大楼的支柱，如果不够坚固，整个建筑就会摇摇欲坠。我们的双腿就是身体的支柱。当肌肉量流失、力量减弱时，不只是腿部会累，连带足腰部和背部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。第3个警讯是走路的速度变慢了。你可能没有特别注意，但家人或朋友会发现你走路的步伐比以前慢了，甚至过马路时会担心绿灯时间不够。医学研究证实，步行速度是评估整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。正常成年人的步行速度大约是每秒1到1.3公尺。如果速度明显慢于这个标准，就代表腿部肌力、心肺功能甚至认知功能都可能出现问题。有一项长期追踪研究发现，步行速度较慢的老年人未来发生失能甚至死亡的风险都会增加。
第4个警讯是单侧腿部经常感觉冰冷，特别是在冬天，你会发现一只脚总是比另一只脚冷，即使穿着厚袜子也一样。这不是小问题，而是血液循环不良的警讯。我们的双腿距离心脏最远，血液要流到腿部，再回流到心脏，需要血管保持良好的弹性和通畅度。如果单侧腿部特别冷，可能代表那一侧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或是血栓的问题。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严重时可能导致组织缺血，甚至坏死。第5个警讯是经常性的小腿抽筋。很多人以为抽筋是因为缺钙，就拼命补充钙片，但效果往往不明显。其实抽筋的原因很复杂，除了矿物质不平衡，还包括血液循环不良、神经传导问题、肌肉疲劳等。特别是夜间抽筋，往往与腿部血液循环不良有关。当血液无法顺畅流动，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氧气，就容易产生痉挛。第6个警讯是腿部出现浮肿或静脉曲张。如果你发现小腿经常浮肿，用手指按压后会留下凹陷，或者看到小腿上有蚯蚓般的青色血管凸起，这些都是静脉回流功能出现问题的指兆。我们腿部的静脉负责把血液送回心脏，这个过程需要靠肌肉收缩和静脉瓣膜的帮助。当这些机制失效时，血液就汇集聚在腿部，造成浮肿和静脉曲张。第7个警讯是膝关节或髋关节在站立、蹲下时会疼痛。有一位王先生告诉我，他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膝盖都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，还伴随着疼痛感。这是关节软骨磨损的典型症状。关节软骨就像汽车的避震器，可以缓冲骨头之间的摩擦，但随着年龄增长和长期使用，软骨会逐渐磨损变薄，失去保护作用。骨头直接摩擦就会产生疼痛和异响。这7个警讯，你中了几个？如果有2个以上，那你真的需要认真重视腿部保养了。但请不要感到恐慌或绝望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如何改善这些问题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有一位75岁的陈奶奶，3年前来找我的时候，她的状况非常不好。她告诉我，光是从1楼走到2楼就要休息2次，每次出门都要依赖拐杖，生活品质严重下降。她很沮丧地对我说：“医生，我是不是就这样了？以后只能坐轮椅了吗？”我告诉她，陈奶奶，老化是自然的生理过程，我们无法阻止它，但我们可以决定它的速度。你现在的腿部功能确实退化了，但这不代表无法改善。只要你愿意每天花10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保养动作，半年后你一定会看到效果。陈奶奶虽然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试试看。她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就按照我教她的方法做10分钟的腿部保养运动。3个月后，她回来复诊时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她兴奋地告诉我：“医生，我现在可以自己爬到2楼了，而且不用休息。昨天我还自己走到市场买菜呢。”这个案例让我深深体会到腿部保养的重要性。很多人觉得老化是不可逆的，但其实只要方法正确，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我们完全可以让时间的脚步走得慢一些，甚至在某些方面逆转老化的影响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改变了陈奶奶生活的秘密完整的分享给你。接下来我会教你7个简单但有效的动作，每个动作都针对腿部的不同部位和功能。这些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在家里就可以做，而且每天只需要10分钟。重点是，这些不是普通的运动，而是结合了中医经络理论和现代复健医学的保养方法。记住，80岁还能步履稳健，不是梦想，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。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
我们叫它前洗腿法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动作就像我们洗脸时那样，用手掌轻轻擦拭，但这次是在腿部进行这个动作，看似简单，但它的效果非常好，可以快速温暖腿部的经络，促进气血循环。具体做法是这样的：首先，你坐在椅子上或床边，保持上身挺直，双脚平放在地面，然后双手搓热，从大腿根部开始，沿着大腿前侧往下推，一直推到膝盖，再从膝盖沿着大腿外侧往上推，回到起点，这样算一次，重复20到30次。推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，让手掌和大腿之间产生温热感。接着用同样的方式按摩小腿，从膝盖往下推到脚踝，再从小腿外侧往上推回膝盖，也是重复20到30次。这个动作最好在早上起床后做，因为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腿部的血液循环会变得比较缓慢，肌肉也会比较僵硬。通过前洗腿，可以快速启动血液循环，让你一整天都感觉双腿轻盈有力。中医理论认为，腿部有许多重要的经络通过，包括胃经、脾经、肝经、胆经等。通过按摩这些经络，不只能改善腿部功能，还能调理内脏的健康。第二个动作是揉捏小腿肚。小腿肚在医学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，叫做第二心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心脏虽然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，但要把腿部的血液送回心脏，就需要小腿肌肉的帮助。当我们走路或运动时，小腿肌肉会收缩和放松，就像帮浦一样，把血液往上推送。所以保养小腿肚对整体的血液循环非常重要。做法是坐下来，把一只脚抬起来，放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，用双手的拇指和其他4指从脚踝开始，慢慢往上揉捏小腿肚。你可以想象你在揉面团那样，用适当的力道从下往上慢慢推移。当你揉捏到比较紧绷或疼痛的部位，可以稍微停留，多按压几下，每条腿揉捏3到5分钟。刚开始做这个动作时，你可能会发现小腿很痛，尤其是那些经常久坐、少运动的人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肌肉长期紧绷，突然被按摩时会比较敏感。但坚持几天后，疼痛感就会减轻，你会发现腿部变得更轻松，走路也更有力气。特别是对于容易腿部浮肿、抽筋的人，这个动作特别有效。第3个动作是温暖脚底。中医有句话说，肾经起于涌泉。涌泉穴在哪里？就在我们脚底前1/3的地方，大概在脚趾往下弯曲时，脚底凹陷最深的那个位置。这个穴位被认为是生命能量的泉源，如果能经常刺激它，可以补充肾气，延缓衰老。具体做法，晚上睡觉前，先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，水温不要太烫，大约40度左右就好，泡到微微出汗即可。然后擦前双脚，坐在床上，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大腿上，用双手的大拇指用力按压涌泉穴，每次按5秒，然后放松2秒，重复20次。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你觉得用手按太累，也可以买一个按摩球，用脚踩着滚动，也能达到刺激脚底的效果。有些人会问，这样按脚底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一个例子。有位张先生50多岁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失眠，而且感觉全身无力，腿脚特别沉重。我建议他每天晚上泡脚后按摩涌泉穴，1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不止睡眠品质改善了，连白天的精神也变好了，走路感觉双腿更有力量，这就是足底保养的神奇效果。第4个动作是膝关节旋转。膝关节是我们腿部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关节，
它不但要承受身体的重量，还要配合各种动作，像是弯曲、伸直、旋转等。但也因为使用频率高，膝关节的软骨磨损得特别快。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增加关节液的分泌，就像给机械零件上润滑油一样，减少摩擦和磨损。做法很简单，站立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微微弯曲膝盖，然后顺时针慢慢旋转，转10圈后，再逆时针旋转10圈。旋转的时候要保持动作缓慢，幅度适中，不要太用力。如果你的膝盖状况不太好，一开始可能会听到咔啦咔啦的声音，这是正常的。但如果伴随明显的疼痛，就要减小旋转的幅度，或者先咨询医生。很多人的膝盖问题其实都是因为平常缺乏保养。关节就像汽车的引擎，如果你不定期保养，它当然容易出问题。但如果你每天花1-2分钟做这个动作，膝关节会保持良好的灵活度，软骨也能得到更好的滋养。特别是对于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，这个动作配合适当的用药，可以明显减缓退化的速度。第5个动作是甩腿运动，这是一个非常放松也很容易做的动作，而且效果特别好。它可以放松腿部的肌肉和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改善下肢的水肿问题。具体做法：站在椅子或墙壁旁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或墙壁，保持平衡，把一只脚向前轻轻甩出，再向后摆回，像钟摆一样，动作要自然放松，不需要用力。前后各甩20次后，换另一只脚。做完前后甩动后，再做左右甩动，同样是每条腿各20次。这个动作的关键是放松。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绷紧肌肉，这样就失去了效果。你要想像你的腿部肌肉完全放松，像一条柔软的绳子，让它自然地摆动。当你做的正确时，你会感觉到腿部有一种舒畅的感觉，甚至会有点微麻，这代表血液循环正在改善。有一位退休老师跟我说，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会做甩腿运动，做完之后感觉双腿特别轻盈，走路也更顺畅。他说这个动作简单到他都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，完全不费力。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，简单、轻松但有效。第6个动作是脚趾抓握，很多人忽略了脚趾的重要性，但其实脚趾对于我们的平衡和步态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脚趾无力，走路就会不稳，容易跌倒，而且刺激脚趾可以活化脚部的经络，对整体健康都有帮助。做法是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面，试足用脚趾抓地，就像用手抓东西一样，用力向内卷曲脚趾，保持5秒，然后放松，重复20到30次。你也可以在地上放一条毛巾，练习用脚趾把毛巾抓起来，这样效果更好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脚趾不太灵活，甚至有点抽筋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脚趾变得更有力，走路的稳定性也会提升。现代人因为长期穿鞋袜，脚趾的活动度都很受限。有研究发现，赤脚走路的民族，他们的脚趾力量和灵活度都比常穿鞋的现代人好很多，跌倒和足部问题也更少。所以在家里的时候，尽量让双脚自由呼吸，多做脚趾训练，对腿部健康大有好处。第7个动作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，叫做金鸡独立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其实它同时训练了平衡感、腿部肌力和专注力。医学研究发现，能够单脚站立的时间长短，
与一个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有很强的关联性。做法是站直，双手可以叉腰或放松，垂在身侧，慢慢抬起一只脚，让大腿与地面平行，或者至少离地10公分以上，保持这个姿势。紧可能久一点，刚开始可能只能站几秒钟，没关系，慢慢练习就会进步。当你可以稳定站立30秒后，可以尝试闭上眼睛，这就会让难值大幅增加，因为你失去了视觉的辅助，必须完全靠身体的本体感觉来维持平衡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医学界的有趣发现：当你闭着眼睛单脚站立时，你的大脑、小脑、前庭系统、肌肉、关节都在同时工作，协调配合。这不只是在训练腿部，更是在训练你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。有位神经科医师曾说，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大脑和身体有多年轻，让他闭眼单脚站立就知道了。这7个动作，从温暖经络、活化血液循环、强化肌肉，到训练平衡，完整的照顾了腿部的各个层面。每天只要10分钟，甚至可以分散在1天中的不同时段。早上做前面3个，晚上做后面4个。重要的是持之以恒，把它变成像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习惯。除了这7个动作之外，日常生活中孩子有一些小习惯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保护双腿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如果能做到，你的腿部健康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。第一个习惯是注意保暖，特别是膝盖的保暖。中医有句话说，寒从脚起，意思是寒气最容易从双脚侵入身体，膝关节是腿部最容易受寒的地方，因为这个里的脂肪和肌肉比较少，血液循环也相对较差。如果让膝盖长期暴露在冷空气中，寒气会渗入关节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，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疼痛、僵硬等问题。所以即使在夏天，如果你待在冷气房里，也要注意用薄毯子盖住膝盖，或者穿长裤。在冬天更要做好保暖措施，必要时可以带护膝。第二个习惯是每天晒太阳。很多人不知道晒太阳对骨骼和腿部健康有多重要。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， 而维生素 D 是钙质吸收的关键。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 即使你吃再多的钙片，钙质也无法有效进入骨骼，反而可能沉积在血管壁上，造成其他问题。最佳的晒太阳时间是早上10点前或下午3点后，这时候的阳光比较柔和，不会伤害皮肤。每天晒15到20分钟就够了。可以选择散步、做园艺，或者就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。记得要让手臂和腿部都能照到阳光，因为这些部位的皮肤面积大，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最高。第3个习惯是晚上睡前泡脚。这个习惯我刚才提过，但我想再强调一次它的重要性。泡脚不只是让脚变温暖这么简单，它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缓解一天的疲劳，还能帮助睡眠。水温保持在摄氏40度左右，泡15到20分钟，泡到微微出汗即可。如果想要加强效果，
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材料，比如生姜，它有温经散寒的作用。特别是何手脚容易冰冷的人，或者艾草，它可以通经活络，改善血液循环。红花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可以活血化瘀，但要注意，如果你有糖尿病或严重的血管疾病，泡脚前最好先咨询医生，因为过热的水可能会造成伤害。这3个习惯配合前面教的7个动作，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腿部保养方案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么简单的事情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健康从来不是靠什么神奇的特效药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良好习惯累积而成的，就像盖房子，不是一天就能完工，而是一砖一瓦慢慢堆砌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每天花10分钟照顾它，10年后你就能收获10年的健康和活力。有位老教授曾对我说，年轻时我们用健康换金钱，年老后我们用金钱买健康，但有些东西再多钱也买不回来，那就是行动的自由，能够自由行走，不需要依赖别人。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，而这个财富只要你愿意从现在开始，每天投资10分钟就能获得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内容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回顾一下，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腿部保养的知识，从7个警讯到7个保养动作，再到3个日常习惯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医学技术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简单方法。但我想告诉你的，其实不只是这些技巧，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观念。我们无法阻止岁月的流逝，也无法阻止身体的老化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来面对老化。有些人选择消极等待，任由身体一天天衰退，最后失去自理能力，成为家人的负担。但也有些人选择积极保养，仅可能延缓老化的速度，让自己即使到了70、80岁，依然能够活得有尊严、有品质。你想成为哪一种人？这个选择权在你手上。我从40年看过太多案例，有些人60岁就离不开拐杖，但也有人80岁还能自己搭公车去菜市场参加社区活动。差别不在于他们的基因有多好，而在于他们是否善待自己的身体，是否愿意投资时间和精力在健康保养上。中医有句话说得好，树老根先枯，人老腿先衰。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，若要老而健，保养腿和脚地，你的双腿就是你生命之树的根，根系深厚，树才能长得高大茁壮，根系浅弱，风一吹就倒。所以请好好照顾你的双腿，因为它们承载的不只是你的体重，更是你的尊严、你的自由、你的未来。如果这一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家人、你关心的长辈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照顾父母，就是给他们买好吃的、好用的，但其实教会他们如何保养身体，让他们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健康，才是最好的孝顺。当他们学会了这些方法，每天花10分钟照顾自己的双腿，也许10年后，你们还能一起爬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享受人生，这不是比任何礼物都更珍贵吗？记住，
健康不是一切，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，而健康的基础就从脚下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双腿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谢谢你看完这个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